今次屯門公路爆水管嘅影響覆蓋面咁大，20萬人嗰晚冇水。我想問嘅就係後備供水網絡嘅設置，政府喺主體答覆就係話會研究，會睇下究竟嗰個成本效益係點，係唔係可以都話俾我哋聽，將呢啲研究都公開出嚟俾大家知道，究竟邊啲應該做，邊啲唔應該做，邊啲點樣做？因為真係覆蓋面好大，我哋唔想有咁樣嘅情況再度去發生嘅。如果係提到後備嘅供水管網，正如我頭先喺主體答覆講啦，我哋主要呢一個嘅措施呢，會應用喺一啲策略性嘅重要嘅設施，因為始終都係涉及資源嘅考慮。作為後備，佢始終都係長期係備用狀態嘅。反而如果係對於影響我哋一啲民生啊、住宅地帶嗰個供水呢，其實我哋亦都要有應對嘅策略。所以除咗講話備用嘅水管，我哋集中喺重要嘅設施呢，其他我都會多用呢一類嘅策略啦，同埋增加嗰個嘅治管網嘅覆蓋範圍，讓我哋及早探測到呢，佢係會有爆裂嘅情況。方才頭先提到屯門區嘅嗰個事件呢，正正就係因為佢未曾覆蓋喺嗰個治管網嗰個範圍啊，佢涉及一個主幹嘅水管，所以當我哋後着功夫喺全港其他主幹水管都鋪設呢啲嘅傳感器呢，相信都係一個改善嘅方法嚟嘅。